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2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8篇，利未记第5章第1节到13节，路加福音17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罪、信心甲责任。罪也是咱讲认罪，也是讲悔改，甚至接受后壁的赦免，其实拢是同一件事，伫无同款的阶段所发生的。但是同时阵，罪甲信心其实是有关的。罪相对也带来一个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的思考。其实并毋是每一个人对司法拢真有信心，特别是有个国家的司法诚做执政者的工具，或者是咱了解一寡司法官的品格有问题。前无偌久有新闻报道，有一位女司法官，伊拒绝审案件已经几年的时间。司法案件伫个岛顶累积几百件嘛是，但是因为因有这个公务人员的身份所以造成司法的品质之足差的，无法度去甲处理啦就算是讲咱咧讲民主自由国家美国。司法嘛无一定互人会当信赖，特别是有一寡事故的纷争，像车祸，或者是讲一寡弱势者族群保护法，互人合法的乌白用。为什么咧讲亲像伫美国，单亲的家庭有真侪减税的优待，造成真侪夫妇去做假离婚，但是事实上因还佫住斗阵，造成人民对一寡司法也无够有信心。利未记第5章提到着证人的责任，伫法庭顶悬，咱嘛知影这真重要。这个规定其实是足许先进到伫现在嘛是佫安尼。如果有人去互传到法庭的中间作证，毋肯甲伊所看见、所知影的讲出来，伊就有罪，必须爱承担罪责。这是圣经真清楚的记载。另外嘛，佫讲到讲，如果有人伫无意中随便咒詛，无论是好是歹，伊就发现伊所做的，就算有罪。当然，律法的规定有一寡关于这个忘着无清气的这个税属的规定，也是讲这个罪因拢有因应该爱负的责任。圣经佫甲咱讲，人有罪就必须爱认罪。伊必须爱为着赔偿所犯的罪，带一只羊母，也是讲这个山羊母来献互上帝做赎罪祭。这时就爱为着伊的罪来行赎罪礼。如果有人买袂起一只羊伊就必须爱来赔偿所犯的罪，带2只这个红角也是钱去到伫上主的面头前，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烧化祭。伊将鸟带到祭司遐，祭司爱先献赎罪祭，然后来扭断鸟的颔棍，但是袂当拆离伊的头，然后将一寡血压伫祭坛的边仔，剩的就倒伫祭坛的顶悬。这是赎罪祭。接续，伊要照着例献上另外一只鸟做烧化祭。
这是要为着即个人所犯的罪献上赎罪祭，伊就受到赦免。如果有人买袂起2只即个房价也是钱啊，伊通用家己所犯的罪献上1公斤的幼米粉做赎罪祭，但是毋通加上即个橄榄油甲乳香，因为这是赎罪祭，毋是素祭。伊爱将油的米粉带到祭司遐，祭司就爱摕1杯米粉，做全部献上的上顶，放伫祭坛顶悬烧，做火祭来烧互上主，这是赎罪祭。祭司爱为着即个人所犯的罪献上赎罪祭，伊就望得到赦免。剩的米粉照素祭的例归互祭司，有罪就必须爱承认，并且爱献上赎罪祭，这是圣经的教示。但是另外，伫摩西当祭时的规定，也考虑到即个收入无好的人的情形，所以万一买袂起1只羊仔，就会通炸2只房角。也是钱啊，1只做赎罪祭，1只做烧祭，甚至拄着有人搁较无钱，袂当买着房角也是钱啊，就会当炸米粉。咱搁倒转来思考，这会承认家己有罪的人，必须爱到伫祭司的面头前，就是公众的面头前，这必须爱是有信心的人，才会去做的代志。耶稣基督也讲到罪，真侪人认为耶稣基督罪的概念甲旧约无共款，其实无有无共啦吼，是共款的。只不过耶稣对罪的标准搁较严格。耶稣基督特别对伫即个害人的人搁较严格。耶稣讲，互人犯罪的代志必然是有的。但是做成即种的事的人会害啊！伊认为害人犯罪比杀人更较严重。对着犯罪的人，基督徒的责任是着爱宽免伊。如果伊悔改，就应该爱饶赦伊。赦免耶稣基督的教导更较积极。伊讲，无论你的兄弟得罪你几摆，伊讲1天7摆，并且认罪，你都应该爱来原谅伊。耶稣基督捌用伫即个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27节的所在，对基督徒提到着赦免的责任是70个7摆。圣经记载。耶稣讲：“我对你讲，毋是7摆，乃是70个7摆。”天国好亲像一个王要甲伊的仆人算账，这算的时阵，有人带一个欠1000万的银仔来，因为伊无行什么款的债务，主人吩咐伊甲伊的某囝，一切所有的拢变卖来害。迄个仆人就拍拜来拜伊，讲：“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我将来我要还清所有的。”迄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甲伊讨放，并且赦免伊的罪。认罪、赦免，看着家己的责任，其实拢毋是真容易的事。对伫赦免的责任，牧师的看法是，耶稣基督透过赦免的实践，伊上时阵就将讨放的救恩赏赐互咱。咱搁听一摆，耶稣基督透过咱赦免的实践，就将讨放的救恩赏赐互咱，互咱无搁受到束缚。所以实践赦免的责任，就是等于得到讨放，所以也毋通甲伊看做重大的责任啦吼。
颠倒是一个领受救恩的信心。诗篇38篇，上主啊，求你毋通受气责备我，毋通发大受气责罚我。你的钱射入我的身躯，你的手重重车我。你的受气，互我的身躯无一位健全；我的罪，互我的骨头无一支好好。我的罪过塌起来，超过我的头壳，亲像重担，互我担袂起。因为牛戆，滴到空喙跟臭烂。我互罪洗甲尾跋落去，规日行来行去，害害惨。我的腰亲像火咧倒，我的身躯无甲一位健全。我受刺伤，规身躯麻痹，我的心苦痛，大声哀叫。主啊，我的心愿你拢知，我的吐气无对你暗藏。我的心扑扑彩，溃力衰微，连我的目睭也拢无神。我的朋友同伴，因为我的歹镜头拢闪开。我的亲人嘛徛远远，笑想我死命的人说落梦，要害我的人讲恶毒的话，规日底设计诡谲的阴谋。我亲像臭耳人袂听见，亲像哑狗袂讲话。我亲像无听见的人，有喙嘛袂答辩。上主啊，我仰望你。主，我的上帝，你要应答我。我要讲，求你毋通互因对我夸口。我的骹踏脱的时，毋通互因对我夸耀。因为我险险跋倒，我的苦痛不时甜随我。我要认我的罪恶，为着我的罪忧闷。我会对着强搁勇。无缘无故怨恨我的人，加添真济；用歹报好的人，甲我做对头。因为我追求良善，上主啊，毋通放杀我；我的上帝啊，毋通离开我。主，我的救主，紧来救我！恳求上帝帮助阮，看见阮所受的恩典。互阮更较有信心来面对阮的生活，也领受回应上帝呼召的责任，愿意赦免饶赦人。求主帮助阮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